少子化是国安问题哦，立法院今仔早起嘛针对少子化来做报告，有袂少立委是批评讲，今年5月已经预告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要开放同性的卡步，单身的女性会当找代理孕母，也毋过这法案还未送去行政院。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强调讲，年底进前已经会将草案送到行政院。卫福部国建署伫今年5月有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代理孕母将会解禁，并且将适用范围自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同志配偶、单身的女性。有告期间有收到600多件正反的意见，到即马还未送到行政院，引起在野立委的不满。赖清德总统嘛才40%呢，伊就做总统啊！我的代孕80%呢，2倍呢？为什么他可以当总统，我的代孕不能过？另外，有立委批评卫福部无正视少子化的问题，因为今年所编的相关预算是比去年减7亿，而且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今年顶半年新生儿出生数只敢若63000多人，也无到去年同期的一半。今年总出生率恐怕会阁创新低，也担心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一直拢无通过，国建署所规划医疗性动乱补助，恐怕无法度伫咧年底照期实施。现在的人工生殖法，如果你不去修正它的话，它除非未来有找到对象，不然它永远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卵子。不管是医疗性冻卵的补助，或是社会性冻卵的补助，可以更加帮助我们解决少子化的困境。11月送到那个卫福部，那我们经过卫福部法规会相关的的处理以后，我们。这2000几年就开始做了，预计12月会送到行政院。对此，卫生部长邱泰源强调，国建署前后至少开过6遍专家会议，按算伫今年11月进前，会将修法的草案送卫福部，12月就当送到行政院审议，开始正式的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